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去年底有一个16岁少女，因为做 BNT 的预防射了后，疑似出现着不良的反应，在去年的12月30过身了。伊的妈妈认为，查囝死亡的原因甲疫苗有关系，要求要解剖尸体。这妈妈质疑着法务部甲卫福部互相杀责任，害伊的查囝已经拖4个月也无法度台。这妈妈今仔日再度呼吁着政府要做好相关的配套，嘛希望会当早一日查明查囝死亡的原因。我的孩子在遗体已经冰了将近4个月了。几百通的电话，我打了无数个单位，谁给我真相？谁给我答案？连处理都没有处理。过半个月，搁一摆召开记者会。去年底帮妈妈16岁查某囝做 BNT 预防射了后，敢若出现无好的反应。伫咧12月30过往，因为无法度判定死因，拖到今年4月也无法度台。第一关的卫生局疾病管制科，他竟然2个月后，他竟然不知道个案已死亡，然后也没有来跟我联络。为着查某囝事业走踪，帮妈妈去政府互相杀责任。卫福部和法务部互踢皮球，造成了我们的检验其实只是流于形式。法务部明确的说，这部分要向卫福部去询问确认。卫福部说，这必须去尊重法医研究所的专业。对这件代志，卫福部和法务部暂时无回应。不过，前卫生署长杨志良认为，即马伫咧台湾做预防射死亡的人数，比新冠肺炎死的人更加多，这叫民众免怎安心。光是因为接种以后不良的事件超过15000-6千件，死亡将近1500人。比真正染疫死亡的800不到900人还要多。杨志良讲，会斗相共替这位帮小妹申请国赔，若经过4个月拍拼，帮小妹总算会当进一步解剖，了解死去原因，帮妈妈呼吁政府做好相关配套，莫阁互别人出现危险的代志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